唔知金行收唔收18K 金呢？擺喺屋企嘥晒，去問下遠東珠寶先。喺呢度啦，唔該，你哋收唔收 K 金啊？收啊，幫你睇下。檢查 K 金金色、稱重，雙方一齊確認 K 金重量，按重量計算 K 金價格，交易金額及細節顯示清晰，核對收金金額。冇問題就可以簽名確認啦。有單有據，交易安心。拜拜，下次再嚟。回收18K 金就嚟遠東珠寶。